界大戰嘅期間，海拔要去行船啊，一去就係2年。喺屋企臨走嘅時候，佢對住太太同埋得5歲嘅女話：我去跟住軍隊2年之後就返嚟，你哋好好照顧自己啦。佢個女好唔捨得爹哋，話：爹哋，你唔好走啦！海拔話：傻女嚟嘅，唔使喊，2年好快過啫嘛。爹哋返嚟嗰時買個公仔俾你啊！呢個小女孩破涕為笑啦。佢太太好唔開心，同丈夫講：你2年之後一定要返嚟啊！你要平安。海拔聽咗之後都好感慨，佢同佢太太講：你放心，我一定平安噶。你知我呢度附近有個好朋友大衛，我已經吩咐咗佢多啲關照你哋，多啲嚟探望你哋，睇下你哋有咩需要，你有咩可以揾佢幫手。佢係我好朋友，佢一定會幫你哋噶。只有你先可以幫到我哋，你係一家之主嚟噶嘛，你係我丈夫，係我哋個女嘅爹哋，你一定要平安返嚟啊！得啦，我雖然喺海洋，但係我會掛住你哋噶。我2年之後一定要再返嚟噶。於是海拔好狠心咁樣離開咗呢間屋啦。佢離開嘅時候閂埋門，有種無限嘅感慨。佢一定要好狠心先可以離開佢所愛嘅太太同埋得5歲嘅女。佢個女當時得5歲，仲細個，冇爹哋嘅生活會係點呢？呢一個如花嬌美嘅太太咁柔弱，冇咗佢所愛嘅丈夫喺身邊，會點呢？生活上冇一個男人幫手，實在好為難呢位嘅太太。但係冇辦法啦，隨軍服役係佢作為男士、作為公民嘅責任嚟噶。於是佢抱住呢一份慷慨激昂嘅心情去隨軍服役啦。海猿悲歌第1集播放完畢，請訂閱收聽下一集廣播。